镜头所等的台湾，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摕到花市来录影。同时都要面对3位女性的主持人，是互郭市长为一个入门就真紧张，用要载袂掉。台北市长郭文摕来花市录影，也过看起来有淡薄不安。我就问我的幕僚说：“你们怎么让我上这么危险的节目？”你会害怕吗？你会害怕他问很犀利的问题吗？那个怕到啊！不过你们有没有供应晚餐呢？市长，你是不是在流汗？如果你有供应晚餐的话，我会比较不会那么怕。市长免烦恼，暗顿早就穿好啊，因为精彩要在后边。市长有不能回答的吗？你妻子有没有带来？哪个妻子？禁止的妻子吗？那个海军旗有没有？郭市长真心实，开讲的气氛真轻松。也不过，当节目主持人陆续到位的时，伊就开始紧张啊。市长，请问是哪里危险？对，我也正在想。是哪里危险？今天的题目叫“三娘教子”。原来和郭市长紧张的就是3位进来的主持人，便当食到一半，搁认这个黄静莹，乃摆这款的行程。也无主持人无因为安尼就放郭市长线。市长，您的钱都是太太夫人在管吗？我结婚的第一天呢，跟当天晚上，印章跟存折就被没收了。我有尝试房。我连存款卡有。原来郭市长有偷唱塞卡，而且搁加讲这项。所以说蔡壁如跟我说，那个创档要钱，那个钱如果直接到你家就拿不出来，所以后来是要签一个给何辉鹏说，那个版税钱捐到蔡壁如的账户。节目未开始咯，郭市长就讲出真侪秘密。这个黄静莹是专程拢对调的态度，真自在。现在大概知道自己在哪些议题上面比较容易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小心的地方，所以他就会提醒自己。对。那给今天市长的表现打几分？打几分？我不敢帮他打分数。郭市长到底要有什么秘密？请锁定花市8点档，永暗会甲你讲。